家好，我是嗰本分享书刊火起来嘅。大家家己畫圖冇？畫圖呢可以訓練我哋嘅手，可以訓練我哋嘅腦，更可以表現我哋嘅心情冇。畫圖係一個興趣，也可以係一個專業喎。今日我哋請歡喜邀請到一位畫圖親厲害嘅先生，佢來分享佢畫圖20年嘅畫圖人生咯。我哋繼續來分享莊淑蘭先生。淑蘭先生，歡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嘉東莊淑蘭。淑蘭先生，歡迎來到現場哦。今日你帶來的一道畫圖的作品係全部你自家畫的嘛？是。老師，畫圖係你自家的工作嗎？興趣。係你嘅興趣。係。興趣可以畫到安詳的作品，更可以來判展覽，你實在真厲害呢。堅持。我堅持下去吼。老師，按你講畫圖唔係你嘅工作，你之前用嘅嗰相關嘅畫圖，係同以前嘅工作係有關係。哦，因為我結婚之前啦嚇，我有同嘅有啲前輩，向下佢見畫廊，經營畫廊嚇。幾早嘅時間67年，民國67年，所以嘅下嘅文化冇多安嘅，我想去經營嘅方面文化，藝術方面咧一度經營比較冇辦法，所以過冇長嘅時間不可能都舒服，我哋要期盼將。有些知名的人嘅畫家，畫家哈，我哋都落去向我提攀，比如說嗰度攏個有名嘅喲，張傑馬嘅歐豪呢，一個老前輩，那個都是攏個好個有名嘅人的畫家，因為也長時間，必要長時間來經營，能有畫圖維持，房租，個員工嘅薪水啊，我哋都冇法度好維持，都安尼解散係。之前當時工作喺經營嘅畫廊都錯，有個畫廊因為講，我需要清太部分嘅支持，能有法度好維持安尼個畫廊嘅經營，不過後背都冇法度好經營下。也後背人哋有的那些。交通費啦，畫家一度安尼，攏按人哋差唔多按人哋負責，所以嗰種文化都經營落去啦。安尼老師，你喺經營一個畫廊之後，自家對畫圖能有興趣啊？講能嚟學一個畫圖嗎？嗰段時間我都結婚啦。我結婚過後，生意我要用一啲食來，過後如果太嘅。因為不卡然後唔係本來出去工作，唔係本來出去工作嗰時候我都一般我都文化中心做義工，我在做義工，我做咗16年，過後都有興趣同朋友講去當帶我去畫圖，都我嘅老師都嚴永忠老師，油畫係，他是油畫，他是一個很知名的前輩。他係嚴永忠老師，他的色彩為什麼我會去學緊呢油畫？然後油彩，其實我是用我是從油畫下手的。對油畫對，我是對油畫開始畫的，唔係對素描一方面。一下手我都對油畫開始，過後人哋很多嗰度人哋碰到挫折，我要停落來，我要去畫素描，或者是冇用的東西，可能是轉換心情，一直畫，挫折感還蠻重的。嗰種文化都畫落去，你唔都停落來，看老師畫，看一度人哋同學一度畫，伊用嘅色彩暗講咯，人哋都好好啦，
哦，互相，他很互相。你老师，你最擅长的做花的工具也係講類型係哪一條呀？油畫，油畫，也還油畫，還有也水彩，速寫水彩，速寫水彩嘛係嚴永忠老師教嘅。有一班係看到，他敢拿定一本畫本，拿定一本畫本，記樣嘅簽字筆，一種嘅簽字筆，那錄案嘅音吧，出去攞杯，出去攞杯，過獎嘅地方，還是去國外旅遊，都幾本，唔可以帶個多本啦，但唔是帶油彩，油彩夠麻煩，唔是帶按到加拉波斯畫圖嘅工具啊咧，有油彩嘅畫刀、調色盤啊等，一條東西，唔要帶一本安尼畫本，畫本，大概多帶幾本，都可以畫清到。古人人來篩選啊，人來整理，你可以睇畫，因為那個過程啊，是讓我覺得舒服的。如也個出去的時節，如唔是帶輕度的工具，老師你都帶一本，出去安尼強開拍架記錄一下，過來的時節，假使講也個圖唔自家己啊，你人來用油畫其他的方式來做來創作安尼。你把你包包油畫唔係，我把頓青苔包包青苔的東西，有畫筆還有畫刀，畫刀，要得個東西，還有味道，因為米絲青蟲。清楚，嗰種到目前嚟講啊，冇法度去忍受一種嘅安尼油批青太久哦，會粉粉啊。因為油啊嗬，用夾本，伊用夾本化學嘅米絲啦。嗰種醫療健康哦，或者個空曠嘅地方，個空氣流通嘅地方畫安尼東西。老師，唐可能親像人哋也講嘅文青嘅有冇？人哋後生人帶出去攞杯哦，嘅風景嘅度去帶相機啦，也係手機嘅。老師簡單一本畫冊、記筆，安尼拿出來書寫，真有個文青嘅風格哩。個有咧都講嗬，我哋去拍圖，同樣係我用攝影機去翕，因為翕放來錄也過圖。翕放來錄，假使講有也需要，你自家過圖，都照，有的位都可以取捨，有個眼唔係用，有個眼可能係話一架咧嘛個落去，安尼一種嗰種完全弄都相片啦，一個冇。咁冇按嘅，被限制。被限制當中一天我做一個都夢呀，自家嘅創意同情感，那個情感嘅地位嘛。甚至於你可以完全冇一看相片，完全冇會影響你自己的創作。都憑嘅看到嘅圖嘅印象，安尼來創作。安尼老師唔算印象派，免到講有印象也嘅都來畫圖。我可能要夠隨性、夠感性啦。夠感性嘅畫法，我睇畫圖夠冇咁理性。安尼老師唔講畫圖嘅主題啊，像風景啊，又係人物，又係法通，哪度唔夠多啊？應該風景嗰度畫係畫青頭髮。老師講到嘅風景啊，近本年帶來一個作品就係風景嘅油畫嘛，做冇？一個油畫其他主題係乜嘅呀？主題一個漁村。漁村，一個起點係哪隻位嘅漁村啊？茶山嘅後灣。我哋嘅就係人哋更加嘅海參館嘅嗰片嘛。海參館後背，那個海角7號。有睇下有啲地方拍過嘅。安尼老師有個作品可以同人介紹一下，是喺乜個狀況之下畫一個圖，乜個時間啊？畫一張圖他的一樣的路。你頭都要前方這邊來，它一樣的，中央就是它的
黄昏的背景。哦，伊个黄昏落原来，日头色安尼照过来吼，有嗰度色彩啊，伊青岛样的色，嘛是可能自己去想象，但是靠自己去看那些啊，嗰种我会因为黄昏呢，它是逆光嘛，嗰种闪要用暗，暗色，个暗色才能显现出来样呢，安尼头前的来景，目图有一个要点，就是说，集中焦点，因为焦点你亮片其他你的焦点放在那个地方的话，伊就会够显著。如果较输唔讲，每个地方咯，特别讲，看唔出样的，你焦点放在哪里，无法度讲显现亚种图的好。安尼亚种图我猜一下讲，有个焦点係唔係睇個中間有一個木嘅，有個紅色的個木燈嘅個木嘅。係冇錯。真是的呢，因為第一眼看到嘅就感覺挺明顯，比如睇差不多中間的位嘅，安尼第一眼就覺得那個印象夠深，因為老師講嘅焦點都會安尼。老師，人哋第一講迷咧，畫家嘅人去畫嘅人嘅作品嘅時節，其實嘅人嘅作品後背都有啲故事嘛。那唔做嘛嘅，我想到我來畫一個茶上嘅片嘅漁村咯。係喺那睇嘅。喺那睇嘅，唔係家棟嗎？家棟是去年咧，人睇埋部幾隻係。之前我喺茶上係咩？喺度19年咧。唔係茶上喺度19年哦。係。嗰時候野餐咪能攰到家棟入片來。哇！觀眾朋友，第一擺聽到講畫圖還有一個集中焦點很厲害嘅技術呢。不過還有其他精彩故事，休息一下，我哋馬上過來喲。上一段我哋聽嘅蘇南先生，佢做乜嘅開始想要來畫圖，畫圖佢對佢有乜嘅影響？更加呢，我哋繼續來了解講，老師到底還有乜嘅精彩作品同故事哦？老師更加有嘅作品同上一個佢冇香嘅那片啊，佢有嘅香係油畫嘛，錯冇？係油畫，我哋冇做講嘅呢圖畫，插嘅畫來去畫，可能咯都會破壞，畫個髒髒嘅係咪？我哋構圖安尼叫髒髒嘅，個可能要去拿來破壞，一個畫圖嘅技巧都畫刀，而家規種圖都用畫刀，用一啲畫刀嗰種抹在啲啊，佢唔係用槍嘅，用筆安尼去畫嘅，係，用規種圖用畫刀油畫有一個特色的喎，唔錯嘅，唔係佢再沉落去，沉落去，亦都另外一種畫。如錯有個油畫，如錯，我可能畫唔錯嘅，唔像其他像水彩啦、鉛筆嗰度，可能我切係冇咁簡單，要切得更容易都好嘅。係，唔講水彩都冇法度改，油畫都有安尼特性啊，如果你畫唔錯，我去塗啊，再重新畫，又另外一幅畫，又冇另外一種風格，係一種嘅風格。嗰種也咧已經畫布啊，已經佢盤嚟哦，淺盤嚟，你啲唔用下攞啲個，一油畫淺盤。一層高一層，一層高一層。安尼第一，下禮拜看到人家畫嘅油畫先量佢嘅厚度有冇？佢假使講有個油畫厚度淺盤啊，佢可能都有個畫佢根本唔足，咁容易。嗰時候演到一盤安尼嘛。伊安尼個意思，我畫到安尼長圖吼，必須講畫到哪落去有深跟淺，個暗嘅地方啊，個淺嘅地方。個亮嘅地方，嗰度唔係畫刀的拿捏，我愛經驗，我抹個色條啊，因為速度要快，
改革。安尼老师你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，头先有讲到破坏嘛？那迄个影响讲面到讲破坏，迄毋免你个作品全部譬如讲帮伊个花有无？你全部从伊拆封来解构分，安尼咧破坏。破坏迄路样的线条啦。哦，就重新要走原本安尼。嘿，因为可能係把伊一種譯法，安尼一片一片，我個嘢食佢食，我感覺到安尼嗰種安尼同伊翕相一樣嘅，我不滿意安尼，係唔好啊，嗰樣嚟講，你就把線條要破壞，破壞過後誒你再重新把它兩面的線條嘛，一路冇重要誒。老師，按你講好嚟畫圖開始都去擺個展覽啊，差唔多一到九嘅時間。其他時間大部分攏連展啦，我係畫嘅5年過後係個展。喺恆春，喺恆春個展。除了恆春，你都喺恆春嗰片恆春嗰片辦展嗎？有去到其他嘅地方冇？有譬如講呢？譬如講。我到嘅金門，金門，因為做到金門嘅朋友，金門係嗰度好朋友，而你都睇，會講，淑蘭，你到處去展覽，為什麼不來我們這邊展？一個金門嘅朋友都同我講，我講好啊，當然唔去到我度，一聽到比較輕便，就是像那個水彩，就水彩安尼個泡個強，我機運它就會比較方便。像安尼因為你的框很容易破壞。不過老師人哋畫圖啲油畫人嘅，譬如講啦，油畫一定要用安尼嘅框嘛，你都唔得像水彩安尼個強嘅框嘛。水彩有水彩嘅框有限制安尼你水彩伊個泡，伊用卡紙，嗰種嘅都用嘅有布嘅嗰種嘅冇重要。因為一個盆，伊話裝嘅框，還要嗰度它伊太過它用完盆嘅樣咧，喺杯唔會剝開來都跌個，伊一跌杯好白啦，有一層一層嘅，有啲塊表嘅。難怪有可能油畫去展覽冇方便。伊畫布都按盆嚟啊。伊安尼佢哋畫布都按盆。老師當時去到我度去個金門嗰邊去展覽嘅時間19啊。拍3禮拜。呢個3禮拜，不過去按鍵去到嘅唔強用睇個展覽嘅，睇個歇咗3禮拜嘛。冇，唔俾我睇個風險，我安尼做過來啊。係啊，伊就有嗰度義工嘅文化中心，文化局嘅文化中心辦咧，我哋去就係去當作講，去一隻旅遊，去聊聊啊，去畫圖畫啊，嗰數個輕鬆啦。其實係睇一隻嘅展覽，依樣嘅時間啦，冇乜個有壓力呢。唔會講出去聊，去一隻畫圖，順數展覽。老師，安尼去到金門啊，難得去到嗰邊，除了去個聊，當做去聊之外，有同嗰邊嘅畫家啦、其他藝術家去做交流嗎？有志工嘅朋友，個老師，書法下書法，他等是我們長，那裝批啦，大哥哥樣馬佢同人照顧，又會邀請我哋講，去那家展，因為時間太短，太短我哋冇法度講搬運，那只有作罷。老師，安尼上擺牙談講啊，唔睇嘉東，幾多嘉東嘅時間有辦一個展覽呢？係辦乜嘅展覽啊？嘉東美展。嘉東美展，我第一擺談過，係唔係第一屆啊？第一屆係。也係唔是甲辦的嗎？嘉東
文史协会杨景模理事长，伊就邀请我讲，就咱安尼来，唔过来家动安尼来，乡下来攀遐度安尼，安尼文化遐度艺术，伊也做啊真好啦。讲实在，伊也讲这做啊真是佫有咧规模，比如有的老街，他都做到规好。给我讲好，义不容辞，我说我跟你合作一下，然后我说你比较辛苦了，场地，还有我们的展览场，没有展览场，某个展览的地方，按人用的办展览咯。睇张亚丁古厝，伊只不过可以摆几张图哦，几张图拢也摆对个咧，学生。师生展，他是跟他一起展，学生跟我，张淑兰个展跟那个学生联展一起展，主要是讲提遐家长啊一起带动遐度要拍图遐度把他们带出来，没有提供啊，然后包括怎么样去策展，你都唔嚟愛學來，哪班係冇睇幹難多嘅。嗰時候有個展覽唔單槍老師唔自己一定規劃，唔行去帶個算學生嘅進嚟鄉下來佈有個展覽，安尼應該真開吧？真開。安尼有個困難的地方喺哪啊？困難的地方都冇一展覽場。係啊，冇展覽場。建議你睇楊家祠堂，都。開幕儀式啦，也開幕，過鬧熱咯。但是我圖出去去營業，都辦走嘅。營業，都辦過去我工作室，冇都張亞丁古那個客家商樓，客家商樓辦過啲弄到唔係嗰度啊，幾張圖不恐怖嘅，我攏麻咧啊。安尼用嘅處理，像講安尼擺嗎？有的會空氣嘅只個楊家祖堂，因為祖堂有跟那個祠堂是不一樣啊。那邊佢啲收藏人都，我同楊理事長把經理用件樣嘅展覽室，然後把吊線吊鈎，就。讓你時間像很遠來當啊，整理兩件的畫室出來，能有安尼空間，但是還蠻唔擺啦。安尼一啲學生嘅過去之後，竟然有反映講有個好有個用本從原本上嘅模樣用，又還要布展，又還要安尼。冇，伊哋佢歡喜哦，因為那好一年都可以拿出來展，我同你講。伊唔用學畫圖，唔要隨時講唔要展，都可以有畫圖呢。唔有畫圖拿出來展，你準不準你展？一個重要啊，有多樣的長圖嘛。你要有請嘛。你要去文化中心，還是現在這邊展，你必須要受人家去評審。你要評審過後，你才可以展。有台灣的學生可以都同我講。伊之前有睇拍啲地方捌過，睇出來那些社大樣嘅一版啊，都速寫水彩啦。伊講老師，你看我們之前睇一張好嘅地方像要教唔用照鏡嚟捌，老師拿本嚟照鏡嚟捌。伊講我也要講理論啦。唔會講理論啦，冇原來電腦，唔嘅嘅你冇嘅透視啊，建築物嘅透視啊，你都要講啊，冇要將拿低你音樂，你幫忙嘅咯，你都唔要照點捌冇，我講我要帶你們去外面寫生，不是在那樣畫，唔係搶地冇嘅地位。你一定要去腦背吧，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個景色，那個色調是怎麼來的，跟環境顏色有關
因某个时间、某个颜色，有跟一样的天空的一样的环境颜色会反应。啊，你要弄不同的颜色，看你的心情，都可以。用呀心情去画图，也都会感性。哇，老师，还会带给人布展，又要搞给人画图，哇，真是挺厉害呢。那嘞，他讲印度安呢，用吞顺皮可以画。好，这个大家一起学习。真是一定要安呢。观众朋友，你看老师嘅绘图画图，佢除了办展览，佢还会教学生嘅来布展，又会教佢人画图，真是有厉害呢。不过后背还有乜嘅精彩故事呢？我哋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哟。上一段唐毅老师来分享讲，怎样嘅带学生嘅出去做写生来教佢人画图。还有其他乜嘅故事呢？我哋继续来请教老师咯。老师，头先有讲到带学生嘅去哪边写生，人都去哪写生啊？对，我去公园咧，国富区咧都公园咧，个我约嘅时间讲去野外写生，就是户外，刚好是油菜花。油菜花时尚，时尚也是客家庄，唔错噶，也真是亲讲的一个地方，可以从这样子看过去一望无际，都梦色咧，油菜花。哇，老师你当对屏东走对时尚嗰边去哦，一睇画油菜花可以。人工画油菜花，还是用梳带嚟啦。用嚟梳啊。梳啊，用嚟梳。用梳啊，係嗰啲動作夠睇啦。係你都反正有彩動多一點，都梳啊咧。帶學生咧，他以前都用速寫、水彩，那畢竟他們還沒有到那個過程。也係都像畫圖，基本功。一定愛，構圖還冇，那有可能講畫個多樣的長圖，你在吹那包括感受一樣的環境、空氣，那個也攏同畫圖攏有關係啊。你唔單止係講理論上，可以感受到真實嘅大自然嘅氛圍，本自己嘅心有所感動，能畫嘅出來，本人感動嘅個畫，好冇？以前個位睇油菜花，佢一慢慢，佢真正啊。嚟睇地洞嘅就畫圖，哇！因為畫架，俾我睇，因為油菜花田的中間啦，睇地洞嘅就畫圖。哇！老師你係學經驗明嘅，乜睇演嘅地方安尼畫圖？佢一種嘅感受，真是一種享受，是一種享受。我畫圖，你話這麼好的一件事情，別人看到哇，好羨慕哦。係啊，老師我也有聽過，之前睇恆春嘅時節，你係咪有成立一個社團啊？係，就我睇教會今年過後，我都有成立一個恆春畫會。我成立之後，我就講我有一個起頭。我起頭方來，因為我帶動嘛，我帶動方來我都變本人，後來都繼續落去變嚟去做下一屆的理事長，我只是是創立，都變嚟去啊，現在目前來講，它是登記有案的，有成立畫會，係你運作都做嘅，不過畫圖畫得好好，做乜佢會想咧恆春成立一個協會呢？因為學生嘅程度，學生嘅，我睇油畫班嘅學生，畫畫對目前來講，即係家動還冇多樣嘅學生，還冇多樣嘅長度，我恆春嘅嘢就係學生嘅油畫，有的甚至於做老師嘅，攏有，因為辦展覽嘅，啲嘅機會也夠多，過後我都想講，去年咧，人類都感動。聽講同喺家動嗰邊創作也有故事，係咪？係啊，因為萬世出生嘅地方，我萬世佢都睇嘅太嘢啊。嗰時我
我喺图画里面，伫都会建议你，曾贵海，国策顾问曾贵海，啊，那医生，他有在问我说，你画的那个是哪里？我讲，对冇，伊拢安尼要卡对面咧，我讲啲，伊慢嚟无，伊路伊喺上到个，我啲唔捌那个啲嘢，如果大家伊咪可以团讲啊，以前会回想讲，以前的样的建筑物，拢归比较破烂，又无嘛个样的留的，甚至于粗布的个度。哦，因为到讲，以前迄个布嘅，那就用的迄嘛个，老师你都同佢画出来安尼。我用印象。哦。比较要摆展览的那个请柬，邀约的请柬，我都用嘅呢西栅門，我哋都拍西柵門係西柵門，西柵門對些睇一教導態嘅啊。因為教導人嘅印象，咁我唔可以做講嘅下土體白啊，因為已經新嘅東西嘅，已經有長過。有整修過，每路變新的東西，跟我印象地方唔係安尼啊。我用我印象去畫，去把用色彩去表現，去表現雅人的他的落寞的時間。嗰我有得我我要畫個棒棒，冇安真，要畫個安尼，棒棒係咧，甚至於有得我安尼，嗰時候。有的人会讲，我会画暗人哦。他讲，因为我的印象是这样，我有故事在睇底度诶。安尼老师有教动一片画也都图，有人同讲过讲，画嘅迄以前我都下迄个地方啊，更加冇诶。如果安尼情况唔同讲冇，有，比较我畫嘅西柵門吼，我畫嘅牛茶，還有坐嗰度，安尼寫完咧。如我哋辦社會安尼教啊，看到牛茶都北上去嘅咩？都北上去都要雕牛茶嘅蛋糕吼，睇料，睇牛茶都印行。以前我講啊，伊都有長牛嘅，種耕田嘅牛嘅，我哋佢要安尼看到啲牛，以前冇嘅呢商場冇商場冇嘛，幾條西柵門攏。行嘅攏牛茶，冇都你講你一卡都綁得你啊，都用送嘅一種嘅，係，因為玩得石頭都，玩得石頭。哇，觀眾朋友，原來欣賞啊，佢畫嘅唔單止係風景哦，還有將嗰啲客種地位以前嘅印象畫入去地位呢，實在係挺有感情呢。老師，按你畫啊，那堂講除了繪畫之外啊，除了畫圖。你還會做別的其他藝術品出冇？因為睇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有一個藝術生根，你睇偏鄉嘅地方嘅小學、國小，伊都有一個藝術生根本學校新疆過後，高中同主任要來請。藝術生根的老師喺我教講，因為需要嘛嘅，他不問題那邊，我會問你講，有需要嘛？你講，我有嘛個想啊，不提講。我講鄉下的小朋友哈，其實他資源唔係個多啦。隔代教育嘅問題個嚴重。因為後生個出差生年咧。呢度生意我需要我哋去關心啦。如今人都資源夠少，需要我哋帶佢哋去認識。係，真係我去關心你咧，因為隔代嘅教養吼，攏阿婆，攏阿婆喺帶，因為比較阿婆喺帶吼，講冇好。老師，我今日有看到你嘅作品，除了繪畫嘅作品之外，有帶來一啲鑰匙圈嘅作品，係唔係也係用一個計劃做出來嘅啊？係鑰匙圈吼，如我哋地方，恆春地帶那個地方吼，以那家地方可以取得，還是校園，
拢可以念咪多见的东西。伊是看起来又不起眼啦，伊看起来佫不起眼，感觉都讲在地上也没去念嘛，天哪也没去念嘛。你有要自己要想动脑去动脑筋讲，用做出一个可以卖的东西来。教学生的一个文创，教育文创，从念伊个果实，念个印的安尼，果实伊基本来讲几种哈，有黄花夹竹桃，有黄花夹竹桃，个琼崖海棠，个水黄皮，个油桐，今日大家都也几种。其实很多啦，几多种样的伊个种子可以做诶。如果你带一个学生诶，因为校园里边安尼个不是看得到诶，你能用一个去做发想来创作一个钥匙圈嘛，都睇很准嘅片。老师，安尼能睇做一个种子的钥匙圈的时间啦，一个种子按样来保存，按样来处理，可以介绍一下嘛？因为伊个种子吼，嗰度有头有土有桐，有桐啊有土，个迄个黄花夹竹桃，迄度有土嘅东西，我来要同学生咧讲，去教育它的叶子还有花，它是长到样嘅形，伊可以发慢嘅发，去教育做好嘅时间都要去包装过后，我要教你，你要行销啊，你要行销，那你就，我想说，你那边有机会去设个摊位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需要海报？那就教你把海报。海报那个怎么样？推销自家的作品拿出去，因会真欢喜啊。今日如对一个发通地位，今日学到嘅唔单止好讲，像一个画图，今日行会讲用来推销行销今日自家嘅东西，甚至于讲，认识一个人嘅认识今日能材料做么，当第二讲用来处理会更好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今日当个苏兰老师讲嘅故事，本来真感动呢。老师冇简单哦，佢除了画图，还教学生嘅用人去设计，用人去卖今年嘅产品，做一个文创，甚至于讲回到乡下去培养人才来推动一个工业嘅发展，实在本来真感动呢。今日真感谢老师来到一片带来安精彩嘅故事，多谢老师。有限人嘅家动行了，多谢。好哦，在去家动行了之前呢，我哋继续听段老师来冲一下咯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。我真爱介绍我王正祥来自屏东县长治乡自己导演屏东分会，第一片呢是纪先生，一片呢陈先生。今日同观众朋友介绍呢是报警点点，报警点点是本来的呢压缩我哋呢胸前，本我哋呢心肌嘅肌肉可充满氧气。今日观众朋友听我哋能做，两只脚先打开来，打开来过后呢，我哋呢两只手拿好起来，我哋先两只手交叉插好来，并喺当我哋呢肩肩行，并喺当我哋呢肩行。表演时间，我哋跳起跳上啦，我哋先跳起跳出来，从起跳出来，我哋呢两只手棍合起来，慢慢的对我哋呢手棍送上去，跳哪跳到嚟上去，手棍到一时间，爱向落摆，我哋呢肩肩那变下来。我哋在手棍合手来，合手的时间呢，係把團氣跳出來。我哋手棍按壓上去的時間，那同我哋呢吸氣，
跳那天都能我上去，都呀，我哋的树棍向落背的時節，我哋的鋼筋打下來。再一次合手來，觀眾朋友見到我哋一做呢，兩隻手拿上去的時節，好，跳拿上去，我哋的樹棍向落背的時節下最硬撞下來，過來呀，我哋的腳掌腳一撞起起來呀，腳掌腳撞下來再變上來。合手來，樹棍送上去，跳那天都嚟上去。當我哋嘅樹棍向落背時節下最硬下來，我哋嘅腳掌筋得綁上去。腳掌筋綁下來時節，我哋嘅樹棍再合手來。觀眾朋友啊，數個也合手來，啊同觀眾朋友嘅示範講啊。要注意嘅那點地方，我哋要注意呢，我哋樹棍合手來時節，我哋呢樹，我同觀眾朋友講，我哋係用樹枝嘅一隻衣，哈，我哋用一隻衣，兩隻樹嘅樹枝面一片嘅肌肉，去托我哋嘅鋼筋，托我哋一隻衣嘅哈，我哋一有個度血托，一樣去托，安尼托到嚟托上去，一塊我哋一個。一塊骨頭，所以一塊我哋咧整骨，所以我哋托上去變下來，所以我哋嚟托嘅時節要注意嘅地方，個要注意嘅地方咧，要注意觀眾朋友要注意嘅地方都講，我哋唔可以變我哋咧樹把種安尼種嘅時節，我哋唔可以變喺度呀。有嘅人會講變喺度我哋咧頭拿水木嘅地方，都我哋咧向內呀，安尼下來。安尼變喺度呀，安尼下來呢，我哋呢樹棍無法度變喺度，我哋呢下最硬，所以我哋呢樹一定呢，我哋呢鋼筋一隻衣，點解我哋呢鋼筋呀？鋼筋呀，安尼變下來，我哋呢樹棍一變喺度，我哋呢下最硬一拿出來，有人會安尼，安尼唔對啊，安尼無法度去壓縮到我哋呢。心臟嘅肌肉無法度變我哋呢，心嘅肌力同肌肉來變比嘅變上充滿氧氣，安尼都無法度嘅，所以我哋一種嘅時間呀，安尼變喺度下最硬一做出來，所以我哋呢雙手誒合手，有人講我喺講嘅睇我合唔住樣，合唔住唔怕，我哋合唔住，我哋可以安尼，按顧我哋呢下最硬一變出來。送出去，同樣跳那天都嚟出去，都有時節我兩隻樹棍向落背，我哋呢下最硬送開嚟，我哋用初到我講嘅樹枝面嘅肌肉去托我哋呢跳那，托我因為佢只係按摩到我哋呢血頭，因為佢只係一個度血，我哋呢鋼筋背同向內嘅有血頭。所以一塊我哋呢整骨，觀眾朋友要注意到也好，而家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嚟做兩隻合手嚟，樹棍送上去，我哋先做冇扭腳掌嘅嚇，我哋呢樹向落背，下最硬，天天嚟縮下來。我哋呢兩隻樹把種托上去，按摩到我哋呢血頭，再擴充我哋呢胸前，我哋呢一隻衣嘅心臟，慢慢嚟再變下來，樹棍上去。觀眾朋友，今日聽到我哋嚟做，我哋呢兩隻樹膠，我變一定我哋呢鋼筋哈。今日我哋呢胸前變上來嘅時節，我哋把氣條先挑出來，下隻我拿出來啊。
松树送出去，條那聽到嚟我上去，松樹落向落背，我哋下最岩樹，腳呢腳長腰向起來，腳長飆下來，我哋從起頭跳出來，慢慢嚟樹根送上去。送上去嘅時間呢，我哋要注意講啊，我哋呢停留一下，有時間都唔是跳起，唔是幾好，都人講嘅必須，我哋樹根裝下來，從起頭跳出來，慢慢地吸氣，吸得到呀，好，下再岩樹起頭蠻長。可以跳一些，都要在我哋停留一下，停留幫我哋嘅心臟嘅心肌嘅肌肉，比如充滿氧氣。我哋嘅肌肉充滿氧氣呢，也係會同我哋嘅胸腔嘅空間打開來。一方面也係訓練我哋同我哋嘅整骨打上來。觀眾朋友，我感覺有樹溫暖的時節，我注意呢就係注意講我哋嘅樹節，我哋嘅樹節也就係喺合樹嘅時節嚇，我讓你去表送，所以注意我哋嘅樹節，我哋拿上去呢合樹嚟嘅時節，我哋利用我哋嘅樹也就係再做一個更健康嘅表送。所以我哋觀眾朋友要注意講，我哋樹根合樹嘅時節，我哋咧下最硬表送，也要注意地方嚇，我哋表送嚟送上去，樹根向後背，下最硬樹，腳長在牙空起來，我哋一步一步來。安尼我哋嘅眼神會充滿了勇氣，幫我哋嘅眼神表述我哋嘅胸腔嘅空間就會較個大，心臟嘅肌肉就會充滿勇氣。今日觀眾朋友聽我哋好好啊來做連續動作。
观众朋友，初到我哋所做呢係保證點點，希望觀眾朋友聽我哋好好啊來做，也對我哋嘅心腸有幫助。觀眾朋友，我哋下一次哪來了？